有关心失智症的民间基金会，带失智症老人做技术治疗，维持因的认知功能。即摆也用因的画作举办一个画展，希望社会大众关心失智症的议题。我这是画吼，在淡水，淡水的景色，吼淡水就是有小鸟，有风筝，有新鲜，这是木栅栏。斟酌小街一幅色水显目的图，这是今年68岁的郭秀珍画的淡水风景。郭秀珍有中度失智症，不过这并无阻挡伊出国活动，颠倒积极参加民间团体办的艺术治疗课程，以及伊的认知功能。过程当中，他能够自在的跟旁边的志工聊天，开心，说他以前的记忆，慢慢的把他脑海中的景象画出来的那种成就感是非常特殊的。按照卫福部的估计，到今年底，65岁以上的失智症人口数会有35万人，2031年会增加到47万人，2041年可能达到68万人。台湾人口老化，未来失智症患者会多咧增加。根据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统计，有80%的患者拢是踮社区生活。安怎提供优先的社区资源，是未来政府的施政重点。家属或是照顾者陪着这个失智长者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活动，让他们这个在认知功能方面在身体功能方面得到一些帮忙。基金会也建议要增加社区内的失智症优先据点，让失智症患者透过据点得到帮助，也是参加课程，减慢恶化的速度。另外，基金会也认为据点是真好的宣传地点，透过据点办活动，也通让社区内的民众了解失智症，预防失智症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